甲前无共款，见无共款。咱即阵有人讲啊，食头路啊，你带吹冷气，啊，直手啊咧摇咧，啊，吹到感冒倒食感冒药，人心绪搁遐济。有诶伫头中，伫头讲骨讲拢做，啊，到规身躯乌索索，流汗流到臭酸大鼻转来，嘛共款讲做。较成就是讲，咱伫修行人，真心不灭当下，妄想本我物件，咱毋是去求，毋是去贪，咱无起一个贪心的心，无起一个执着的心。但是呢，这个物件角色的物件，是个伫修行个人内面，咱每一人所具有的这种本性，这个本觉。但是咱本觉一时遗失啊，真心呢当然是。就这边，哦，角色不同，正无共款。咱的本觉已经是，咱原有具有本来一个因觉，本来伫咱自身中就无袂记的，就无去放弃的啦。但是咱已经放弃啊。啊，所以伫这角色不同的时阵，咱正无共款。所以因此呢，咱看世间的众生，畜生啊，为什么会成为畜生？咱为什么做人？但是你人为什么他做菩萨？思想有问题。所以咱人个这灵性若无了解、觉了清醒的吼，咱的思想会下沉，会下沉嘛。所以众生都成为物件叫思想低级。伊个思想变低级，愈降愈低，降到愈低时，就变成好心目三百人声，性命愈低，伊做浮游啊！你一讲性命，啊，这拢是因为咱人的思想上无共款，观念上无共款，也就是咱的觉性无共款。所以觉性无共款，伊所成就出来个性无共款，当然到进步就是共款。所以咱还佫有半迷半觉啦，众生咱人吼，人袂讲有即两项，佫有阴阳，啊有半迷半觉，啊算是人。无，看出来。六有六分，哦，比如这是这边是角，这边是毛啊，啊这边是白。这是另外一个比喻啊。那你无分无板，还佫有做人。六有六分毛，四分白，那么这个天平。啊，若有7分毛、3分白咧，这看咧，这无嘛还佫有落限计。啊，若有手，啊，若有这一块手，若8分9分，咱10分往返啦，嘛佫有捡手落来，安尼咧离去。但是咱若讲落来，换这边有6分白，4分毛，是啥物道？就是啊，伫脚顶落去恶道这内面啊。所以，这思想上看咱人的定论，看你偌深偌浅，毋是咱天讲偌济偌这个地方咧讲到偌远的啊，毋是哦，是由咱人的心光、心光分战士，心光的层次，心光若愈光愈明，咱的战士愈悬，愈悬时提升的时间愈空间愈悬啊。自然要到这一届吼。迄是由咱的心根内底强弱赞助。如果若毋是心根普照出来，咱所做行为拢是功德利益。咱功德用世间福报，你看你幸福偌济，你偌济啦，完全这物件拢无啦，这两项拢袂出来啦。就是讲，一个人做天公了完，做大人救人，做公经功德利，但是内在一切普照袂出来，变照袂出来。那么这物件后世人功德。功德谈不上什么正果啊，谈不上啊。修行细艺术就爱遐了悟，毋是大厝内面。细艺术咱了悟袂到，看袂到，爱伫这方面去咧探讨。啊，无道理，人人拢会晓听，啊无秘密，大家帮忙拢捌，册大家拢会晓读，但是无大家拢捌字啦。从这结伙啦，咱这大菩萨，你较早无嘛捌两字啊，嘛会一半也毋捌的。可咱这拢博士啦，都博士啦，你搞到你抬头咧，都博士。中国人读中国书还要查字典呢，很奇怪。
中国人啊学中国话，啊，你搁查字典去想，咱看研究看偌济才学会了，咱是毋做忏悔，搁一个做法，做法。所以讲是啥？用发心，用咱的觉性，对咱心中甲引导出来，甲咱的心情有光甲普照出去。你今仔普照外远，你的路咧看咧看外远啊。这拍电话来来调咧照尔，咱叫内面尔，当然咱看内面清楚楚啦。内面若心中有咧照，咱内面白面记忆，咱就袂迄个乌暗的物件，迄阵咱砍掉，咱内面清楚楚看啊，明明朗朗，咱会记迄袂。但是这拍电话大家笑1公里去，咱的路咧行好行1公里。即摆有讲来笑咱3000大千世界去吼，咱的路好行行到3000大千世界去，但是咱完全的光若显了袂出来。就是暗时啊，电迄种光纯正手的时啊，叫你行山路、行毛路，拢乌暗，你的心袂光，你就是逐工伫遐疑惑、恐惧、烦恼，嘛拄咧迄个。为什么？因光就迄了袂出来，心袂知，无心中心袂知，叫做没有办法心安呐。理得，心袂安，你就是无得。当你有得，就是你有情，有情自然就有果。这是过程，慢慢安尼来修，慢慢来修，慢慢来培养。虽然讲我一时听，毋是一时开悟，但是呢，生生世世不变。这觉性毋茫去无去。咱的觉性本来拢这本来就是已经有啦，用这觉性本来因去一个这个时间呢，它建到迄究竟啊，到迄究竟圆满。哦，就是咱的觉性无共款的，当然的，咱的进步的办法，进步来讲，你依附着什么世界，你就生世界。我觉性若变到菩萨，我就生菩萨世界啦。我这种觉性若是变着是众生，我就生众生的世界啦。你觉性若变着是三恶道的，伫畜生道的迄个思想，你就走畜生道去啊。无人甲你转啊，毋是天控制，毋是阎罗来控制，是咱家己心控制，真正有影哦。所以讲，这是看平常时的战术。啊，这战术无能出头，你袂使讲我切你，你到底是偌悬，还是咱你切做偌悬，咱无能切，迄种妄想以前。迄个内在心情物件是有了你平常心、平常性，有了外在，而且心跟好者。哦，这是咱老爷那个另外题目来讲啦，咱话重复啦，会讲会透。好，第3点。反心理性，反复心啊。我无足清，无足清的，我浅学啦，袂当甲你讲足清的，我也袂讲清啦。拢是伫遐文字上大家打出来，所谓文字地域，这方家己重要。哦，是咱个反复心理性。众生所有无通我哋生死破坏，也无通生活，无通见到，就是讲，硬咱要小心反复的心，才理死。所以理死，就是讲，抑个有咱一般众生心的一种思想作用啦，什么作用？咱心中都创造业色天气，这业色天气物件完全封闭的就成，甲咱打掉了，咱这个凡夫伊每一工就是用这作为生命主体、生命的主体。所以有人讲啊，这就是我的性啊，这是我的个性啊，这是我安尼做的啦。有当时用家己个性，用我家己安看的吼。这拢是业色中所显出来一种的心。那这个业色心，毋是咱本来心，毋是咱本来心哦，毋是咱原来的心哦。咱原来的心本来就是因安尼物件。一个囡仔是大人甲咱生出来了吼，来世间欢喜甲像个面是金黄色安尼，甘的金黄色来出世，白仔母安尼，穿个面底甲行甲红油。当一个外母毋免超过6个月，开始呢就有这物件伫咧，足奇怪。除非是佛祖在世，来就安尼
天上天下唯莫独尊，你种诶，迄会讲话啊，啊无啦，即马来囡仔拢戆戆，为什么戆戆？知影食，知影哭，知影困，但是开始呢，有眠开始会是安尼会差。年久的嘴呢，80年性命，敢无咧讲命咧？咱无感觉咱人拢种病病啊？啊，这啥物啊？即个拢是不行，甲拢是叫这个，啊是拢功德，大家拢是功德。拢嘛遮物件济啊！啊，伊种这个遮物件济，才家作为个经济啊。啊，这经济呢，来约起来时阵会去现行呢。你来约起来去现行呢，虽然讲咱修行是一个好人，修行是一个仙，但是代表你的心中所恶的苦呢。咱来甲你讲一句话，无管你什么时阵，你要讲翕，这套拼出来吼，你拼出来时阵，你心中走出来。本来伫遐静静都无动啊，这也是看咱在什么时阵啊？伫被动，咱个心被动，谈不上心啊，袂当讲心。伫咱心被动之前，拢无明常，但是当你心动的时阵，到底是妄心、真心，这两项理念。当这物件心啊走出来时，对一个秃头，是这个秃头还是这个秃头？这个出来。哦，这个是这个执行，真自念啊！这个出来叫做妄想心，妄想心就是咱人的意识。咱意识，那么咱世间已经50年经验，已经灌输伫遮，所以咧会讲我的看法，我的意见，我的思想。所以这物件完全咧有带一种叫做无善的经济内面。当然，时间伊未起现产生这物件出来时，咱是要做做法。所以，因此修行当中，就是要改变咱这当中的物件。所以，你一定要甲凡夫心甲暂时，毋通用我的角度咧看，用我的心来要求，用我的思想来咧做标准，安尼袂使。你就要用我的意见。那么你有我的正知见了，你有我的正知见，有我的知见啊，佛正知见，咱道天地。咱讲起来呢，真正有迄个正知见啊，正知见，咱台湾真正是真理啊，真理人不昧啊，不卖啊，真理人不昧。要到咱底下咧就尊重我。咱老夫子所讲的，老夫子讲，上师闻道勤而行之，中师闻道欲存欲稳，下师闻道哈哈大笑。不足意的，为啥讲安尼？因为我无咧讲笑啦，后面咧讲无笑，所以你今日感觉当初我起一种啊，我听蛮好个，这是跟咱地方蛮好个，我听到都讲啊，遐个用心练我下，生死关头一刹那之间尔啦，听来你很难得，听袂入虽然。道理毋是大家听了有，啊毋是大家拢毋捌，但是你了解讲你的心是对，到底你真心心的体验，你条条走出来。我即摆都一个师傅都做爱困，我昨暝做暗困，我昨暝做暗，我即摆讲这道理都出声，我昨头咧啊，就这好啦，换你啦，啊妄心出来，这个物件爱困，困啦，困就好啦，这也无比困较大，你困天天后无咱出。较困食较困，困较济食较困。像我爱说你讲你看，你讲咱人个念头上哦，你出来说说讲有人有种，是讲这个偏心呢。贪嗔痴爱酒色财气，我控告我蛮骄狂，这足大军团的，这军团的，这叫军团呐。这团吼，若袂说团的，要安怎？但我一个大都市吼，说你想要讲出来要害你都毋知啦。你问讲我即摆是我是30年、50年道龄啊咧，一个人来讲一个讲前功尽弃啊，前功尽弃，我破功咧，后边个遐演着，讲你破功咱咪比过最好个。所以有时呢，一刹那间而已啊，有当时人讲5时先到啊，2时对啊，有当时差伫2分钟、3分钟久尔，看对个，一条痛苦个，你也变成足痛苦个。凡夫心未死，就讲伊咱有这个念头，啊，这个念头要安怎做？
观念。其实转念是一甲空间甲时间转变的意义。如果你今日看的是这边，哦，咱看，咱看这边啊，看啥？看一个阳面的拳头无？但是咱看这边已经袂去啊。咱看的这个身，咱身体袂伫遮啦。啊，看这边，看这边袂这边。啊，看这支的袂一支，两支的两支，安几支无支，安翘，你知影无支？安顶的几支？安顶的几支？无半支嘛毋对，五支嘛毋对，一支嘛毋对，要讲几支？你心念若记上来成啥？所以，做这个转念的物件是讲，甲这个视野、视野、角度。转变一下，甲这视野吼，用小小一个出视野啊，角度。咱看的面完全无看完用啊，咱看一面，所以这一面完全用这面来做事啦。你今仔看一个面，你讲唔即个人面对啊，你看都无介水，啊你都要看来拍的，都要看来边仔摸摸的，无你咧看黑板头是一条边。我看伊是我一边，但你用这边角度看起来，会搁原款的，较像西施呢，像杨贵妃的。角度啦转的时阵呢，咱的心念马上转过来，伫迄个无欢喜的当下，马上变欢喜。唔相信咱早时起床吼，咱第一点拢想啥？咱起床嘛是起开啊，啊要好诶，是拢食饭洗面，啊大家讲要创啊，要上班啊嘛，要趁钱嘛，要赚钱嘛。但你敢找心情，要找头一步找，你敢把调整一下。我今仔出来吼，没有足快乐。哦，我起来吼，今仔特别足快乐，我心情特足好，我今仔足好，考工的，我练一个足好的物件，我会保持个物件，咱就先开始调整这个水平。无啦，紧紧的，低着啊，紧的，要低着，要1000块，这全勤啊，1000块全勤。你哪会知讲要调整家己，就知影1000块卖去，你话1000块心都以为，你哪会知讲要哪调整家己？来心肝，我今天会很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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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唔中人你嘛了？哦，我来做快乐的哦，我来做快乐，我来做欢喜的哦，我大家做欢喜的哦。我来袂做欢喜就欢喜啊，我甲你讲说就欢喜。你的心一个转变，转念的嘛，马上咱的心就转变。分分钟你心情伫遐迄个气吼，完全转成哎唔要今日做好工的，过年趁无忙，你趁1000啦。做生意的人啊，感觉讲，哎，拢无人。袂贵，啊，不啥，那个汤甜啊，那个做到三四种味，虽然的，较饲咧，一骨饲咧，平常心、平常法、平常情、平常干话，一切我的物件都做好食，都不要代志，你的物件就毋是我摆的。用平常心做，我今仔做好，我今仔做你做好，你讲啊，无人啊，今仔做歹啊，莫做伤了，是吧？等，莫做，心情都起差，其实转念问题尔。心灵角度无你转念过了呢，本来伫个足无好的气氛当下，马上会转到足上无的气氛。啊，我角度、囡仔角度、时代角度，大家幸福角度，大家拢调一下，安尼做好。心情啊调一下，咱的烦恼心就变信心嘛。烦恼心若死吼，咱的信心做讲袂了。哦，烦恼心若死，咱的真心就会明显啦。啊，但是咱就是讲微生物可以做研究，所以微生物就是因为到我讲，你烦恼心未死，当然咱真心不显。咱敢会显得真物？你对逐工咧烦恼，啊，逐工咧痛苦，啊，逐工咧挂来，啊，逐工咧想袂开，放袂下，离不开啦，放不下啊，这种啦。啊，当然，咱个心念中，遐物件就逐工就遐物件，甲你恐怖，都甲你恐怖掉，你透袂出去。啊，想哪想会出来？逐工嘛咧不顺咱，逐工嘛咧无合我的意，逐工嘛无咧无合我心情。但心情好就讲好啦，毋是就摆来讲摆。啊，人个心，这个世界心吼，烦恼心多变物件咧，袂当做主咧。所以咱来讲，菩萨来讲说话讲，你若无达到罗汉以上，
你还不能相信你的心。你若无达到罗汉果以上的人，证罗汉果的人，你也袂使相信你的心的，不信你，不信如意，唔通太相信这伊，伊咧意言动听到无正，时好时歹，人咧欢喜时拢做好，啊人歹的时阵，恶王底下啥物物件破了，好啦，煮一个较咸的，就咸到咧老咸到舌头，啊煮一个较歹就食咧，都无钱互你买，钱拢压在遐。煮到这只歹食，安尼煮到安尼，开始嫌东嫌西，自动就转草地。人的心会变啊，毋是都拢是不动的啦，毋是就是会了如如不动啊。好歹伊拢对来讲无啥物尴尬啦，毋过咱心态也不到迄改善，所以凡夫心嘛袂死，但真心不能显露，真心不能显露，咱的光明给它破掉。咱有一个本来因有本体，真有什么本体？佛祖甲咱讲的我有哦，毋是迄是个上师讲的，迄因佛祖讲的话，伊讲我属团记摩尼珠，我叫你法文念听了，无师全指摩尼珠，我属啊，这是一个上师。环境，模拟出，菜价，一菜啦吼，菜价，多数，叶春皮。酱料、花嘞、中国、地价、安宁、朱地基。好，这部位啊，精炼是将精炼蒸燃吼，好像蒸燃。事实上，咱一个本来有一个真心的魔力宝珠，伫咱内在宝藏无失去，咱掠去运作。听个大师来讲一句话，顺发财被功德，莫不有私心而成啊！咱人所谓得成无去，不讲会失去。咱人发财发宝会有查偷去，莫不有私心而成，心意这三物件，甲咱偷去。这三，这是6、7、8，有些。78色啊，这三物件就是无顺发财的功德，咱的发财也无去功德的消费，拢为这三物件偷去做了的。但是呢，咱有一个真心的物件，有一个真心的物件，伫咱内在不总袂去用偷去的，咱拢毋知影通去过。所以当时咱伫遐去做这发这道路，传路伫遐要做达摩做水的时阵，因三太子3兄弟啊。达摩迄个发这道路做水的，天主菩大地主的大兄，达摩做水的大兄，你看完全，你嘛这宝珠结大连城有水无？哦，大兄看了，哦，水有水，有结大连城才有国讲做，这真正有价值本。第二兄佫看了讲，这款只有水无？哦，真正有水结大连城，真正有遐万人所无物件。爱你，对哦，达摩都是看。你话这宝珠有水无？哪有水？我哪有水？我讲你嘛有，我就比这较好。
这物件只不过是时间到太无淡的无理。咱看迄物件是输，若我看外国的物件输如粪土啦，是天天如粪土啦，如粪土啦。啊，所以你看人要成为祖师，伊会甲物件，甲伊外在物件完全拢总去除掉伊。但是魔术环境本来讲，我真摕只佛珠你看的无？有啊，摕只你逐路看啊。但是当时的物件会藏来说，我即摆摕只佛珠你有看的无？无私全职用宽记一个发明，宽记一个发明，我手上有只珠你有看的无？但是我唔捌只无摕物件哪有？大佬伫咧有一个珠，迄真正珠啦。唔知讲魔术宽记魔力珠，本来有只物件，但是世间人咧，只财只所讲啊，歹势啊，财者。菜食，就是讲要想要替人做济，菜食多数足济人在爱食物件，立春日拢禁止伫内面。因为你用外在物件，所以真正物件就是用外在去印你，所以这物件拢互这物件甲你印你，这物件拢抄你，咱袂使来抄你。啊，所以模拟出一类，也是立春，拢是啥菜食多数立春日啊。那么尽量花咧종이好，甲这物件啊，拢是我配啊尔，也配啊互你尔，毋过世间人甲这物件当作是好啊，这是咱世间的约啦。咱世间人无这物件，无人成事啦。但是这个，咱讲黄金铺地，伫西方的物件，做土摆互你行啦。是讲伫世界的黄金是土摆互你行的啦，咱这是派钱股，咱是过安尼，无人款啦。下土台金啊、船啊、啥物件，代表安尼弘扬一下，代表变去快乐。但这世间人这免不了啦，吼，咱自家开始啦，这世界变成安尼做啦。不过是讲，这物件呢，将毋是咱内在所谓玻璃出，这是外在。啊，这外在内在物件，不能玻璃外在人玻璃得了。所以多数人拢伫遮，伫遮咧争到尾来，你死我，拢是遮设伫这顺序内面，拢自己有水伫啊。这意思咧讲，咱伫外在所谓要求物件、追求物件，拢总互遮咱爬去啦，毋知影好开心倒转来啦。所以趁年2摆啦，趁年2摆，是只不过讲你会晓辛苦倒转来无太要紧。地价安全一个字，人觉醒了啦，开悟啦，伊当下心在心的内心的世界安然自在啦，无受这外在不甲你紧。无是外在上甲咱卖关注成好物件，伊甲这物件看清楚楚啦。只不过讲，因咱这心无显出来，这真心无显出来，所以去用外在或者假本甲咱印哩嘛。啊，所以一句话嘛会引导咱来讲，一个听耳孔听到，老师所看到，就开讲出来，拢会去，即个会去考倒啦。咱就拢无啥物件考倒。句话啦，一项代志啦，啊，一个你看到一项物件，你讲到的、感触到的，若讲袂成，若讲袂成，点补纸吼，补12点就去人啊，因为袂成摆，咱会去人袂去调，有诶毋中袂去就身体拢走出来，啊走出来，就是因咱真心不变，咱真心不变，就是因咱讲这个物件，这要不应该做出，做咱目标先做出来做出啦。互心意性的物件，你甲咱做引导，咱也无袂，台湾也袂啊。来，咱讲较紧嘞吼，伊这时间的关系。有人过啊？讲后壁话，啊讲后壁，后壁到几来点是要甲你讲的啦，啊，因咱时间有人过，咱来讲生活路径。既然人结婚，既然要结婚，就要路样行，无是咱讲人来结婚。啊，仙佛菩萨要开什么路法行？天既然甲仙万民万本吼，世间人万物绝对袂叫无着叫了着啦。讲天生五大表用啦，先天下间的物件，天个绝对甲你请来用啦。
啊，既然咱伫遐来当中来到这世间，除了无参与啊，不论是讲来到世间袂当做倒面啊，所以绝对会吹一条金线啦。啊，这条金线就看个人有心甲无心啊，看个人有心要成就甲无要成就啊。都是公开普遍的、平等的，但是呢，咱都讲心的因缘有平等无平等无，这看个人的感受，看个人的受持，看个人的角色，看个人的赞成。安尼呢，咱来讲，你以后到最后当中，是毋是会成，甲袂成？第一点，咱来讲，咱都有讲的把握，把握。咱法律可以，这买到这个题目可以讲，咱有机会咱可以用题目可以讲。如何去把握这个因缘？人讲无事不说成啊，无事无讲成，若无事传，咱无道可得。那么要得这个道，要得这个道，一个名词上讲得道。其实是随心嘛，把握咱的心的这因缘，把随心因缘，把咱这个因缘。其实历千古不传的一个物件，到现代的保传，咱这因缘都上紧。来去早古，来去早来无道求，晚来嘛无道可传，无定天门一关，世间都已经无去。无定时间到，无味到的时间到，人灭，气天灭，这地球千万天都分分去。所以12万9千600年一摆的普传，你看，这因缘咱甲袂使互咱忽失去。这唔修，要常常修；这唔得，要常常得。咁就食老，目睭无看的，以后我拢知啊。老人年纪敢有转来，敢是安尼？所以是讲修行趁少年啊，唔当等下目睭开闭，哪讲啦？眼力合眼的时候，就已经了悟世间的一切。所以过去来到这，伫40岁以后，讲真是讲45岁，但是到再讲第30岁以前，你若无能甲世间完全了悟清楚，那你后边迄30年拢对换。第30个进程，若无能甲咱的智能都爱强，无咧即有教心会越咧愈悬，行道心会愈强的时阵，这30个当下，第30个以前，无能甲道摸清楚啦。那么因咧后边过去就是咧过咧做工过日子啦嘛。我咱讲老实讲是过数十好十字无问，虽然不足贵而已。伊讲求生可畏啊，因未来才是不如今尔啦。40、50若无成就啦，那这人不达于定位，为虾米？不足得他敬畏的心，一离本身就无成就。啊，40、50就体型衰嘛。40、50吼，多人6八、48、77、49，7乘以7等于49，这是6亿。6乘以8等于64，这是人上的女上。这是气的问题，咱讲这可能他唔知影啦。这40、50若无成就吼，68、48、8864啦，系哦，因这数字天文啊，别咧，嘛咧可能的啦，看你要注意无？有咧3、5、12、3、7、20，安尼嘛咧算，加起来我按加起来15。其实数字拢咱唔可以讲，袂讲啦，啊。到底是3乘5，还是5乘3啊对？两个相拍。咱讲3乘5啊对，无啦，迄5乘3对啦。啊5、15啦，唔对咧，5、3、15咧，会相骂咩？两个相骂啊？你感觉完完。所以其实感觉咱但是伫遐个这袂成算，咱重点就安尼挂来，你哪安尼变转袂过来。所以你这个因缘当下，咱来了解，
所以伫40、50无成就，需要不足为啊，意就是讲，一个人学到学到这课程，完全对内性的功夫啦，完全摸袂清楚、收袂出来。这个气，这个属阴嘛，这阴气高，这种属阴的物件，这种属阴的物件，甲你扛，会甲你扛啊。因为人四湿而不歇，五湿而低天命，六湿而逆顺，七湿将心不如意，将心不如意。少年伊无咧行，拢是路行。但是咱得到了，有当时咱感觉甲算几年啊？咱即摆经营好啊嘛，包括我甲阿妈拿，我咱差毋多介绍，到后面遐事情我也袂到啦。咱这耳口无拢听千万里面吗？目睭无拢看天龙看地狗吗？无啦，看目睭无一张草草咧，咱糊糊着在看目镜。咱的喙有拢演算妙方吗？咱的身躯会比较活动，迄条拢是不能化心吗？拢是千变万化吗？根本无法度。咱就袂行，要安怎？好好的把握这个道已经传互咱啦，传一对临终所谓点，这点理念，这点是啥个？这点就是传互咱这种的佛界妙地内面，咱人的菩提是啥？这个菩提是啥？这点叫菩提。我上理论时甲讲啦，咱的菩提得到一个这个菩提本性，那么后壁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叫做观照。临终所念互你是咧开个菩提啊，然后咧看到起来了，就是讲你要好好的关照这个东西啊，毋是变成个开闭搁甲看起来，啊搁到倒去，开闭搁看起来搁倒一面啊，搁摸袂出来，毋是安意思。甲这个物件，甲你开，互你知影，你本来就是有迄个物件得到迄个当下，这因缘好好的用你的佛光去关照，真正关照到出来，那是根本下出来。所以，世人菩提智慧的本事就是啦，但用初心去了解不啦，或者智慧啦，菩提智慧啦。我早拢甲你讲过，就做很多的事，咱会晓用这物件，会晓用这物件，咱你真正有这个道。要若无，咱是得个名词，所以这个物件得到了得到，这还不算得到呢。所以得到会当化，老夫子讲哦。虽然得到是无所谓为化众生，变为得到，为什么要为众生？咱爱把这得到因缘得到了呢，能够去化众生。那么化众生并不是叫化外在众生，唔係講我是化大人叫化眾生，意思是度外在是咧顯示內在。你內在若無這個心，你外在做袂出來。所以講度內在眾生，佛祖來講，你的國度中有欲界眾生，你的國土中啊，國土中啊。國土原來唔係國家嘅國土，是咱嘅內心嘅國土中有欲界眾生、作奸眾生地，你有足濟眾生心地啊，你要安怎如何得到？唔得係用緊你講，即叫我解眾生啊！欲胎性、欲卵性，就是化性；欲胎卵就是化性；欲有性就無相，欲無有相就無相。我界靈入無異涅槃，如是別多，無所嘅眾生。為什麼來講啊？因為這所有都是講，咱本來這個叫物件是講，咱本來自以為咱得到了，開始用這個得到因緣開始去生活，對內在開始做一個關照，開始了悟咱的世間，了悟咱的生活，了悟咱的菩提，然後來甲對內在證導出來，行出來就是開始演化出來，唔是我在後來嘛，在跳起來看掉是嘛好啊？啊，你學到嗰啲就說過來。那本來就是應該這個物件，不過咱這個物件唔該去描述。所以因此，你這個生活互咱，凡這道的生活，表明咱人一個生死的所在，表明咱有一個要脫離這個所在，表明咱有一個叫覺醒的所在。就是為啥表明咱知影爾啦？然後伊透過這個覺醒去做一個觀照透視，了解一切法，是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一切通達，你是毋是達到無礙啊？無礙。到哪里？大家无该存一个活菩薩，一个自在人，解脱人。你进来当存入水通流入大海当中啦，这个差方北岸阶段，这边了咧。佢来讲，决定这阵大山咧，无受阻碍呢，无受因素啦。这段大山就变通到大海。
咱若意思讲，咱的心地无碍，会看你这物件，出来无？传是传你这物件，传你本坏物件去，并无传你另外什么地宝啦，无啦吼，什么地宝？三宝是什么东西？三宝，三宝是啥物件？嘛是一个菩提，它是是由我家己演了变出来。你要甲见菩提，要见菩萨，要见佛祖，你要做众生，你要甲变变出生的变出生，嘛是由这点开始啊。所以，传这物件本坏互你，就是讲由这个因缘开始，咱要达到这当中来吧，然后开始咧，这件事。如果这个过程咱若你袂了，哦，千成不断拢声情一句，过去到现在要听这生前一句吼，声情啦。听一句话简单嘞，这句参袂头，你若家己听袂了，你白就是白，多数无讲袂久的，你会再心再魔。声情一句，千千不传，要传你这句声情是不得已的啊。为什么他心相应，根本相照？了悟这个心，当时主来做传互这个客人者的时阵，悟有这外间做这方面手势就无上微妙法度，无有问题，到我袂传。传承无在啥物事，有讲啥物件无？要讲即句要安讲？哦，道就是阿里，迄道就是阿里，阿里如此如此，道就是阿里个人讲的，讲到转离道啊。其实本来你了悟你自己，你得这一面就是要互你了悟。你有无？有，我们有。你有这物件无？有，而且了悟。伫自性去开发本体，自性去开发智慧，互你自性会当开发咱两发这智慧啊。由智慧甲透视一切烦恼，了解一切办法，无情无变，无过无情，无情无点，无来去，无阻碍，心中会当坦然自在，面对一切法的当中，你心会当无碍无？你按一切因缘就有定缘，啊，你到这过程的因缘，咱已经代表定缘是因缘，学到来慢慢来进入这个条啊，高潮。是袂太酷，我就天公了，我就大叫啦，天公了就菜，天公了我大叫啦，我就是这关了，咱对照这物件，迄是我的这个菩萨心，若无迄个物件，无咱做咱心体就袂出来。透过这道因缘，你了悟自己了，慢慢的，甲配合咱人菩提较实。啊，力量，不舍众生，不求众生。卖下众生，了不出众生啊！好，众生拢民主啊，嘛有众生民主咧骗你啊。众生嘛是一个念头而已，所以众生是众念众生啦，众念重生啦，是一个名词啦。但是要使用这个过程里面，咱也袂使写咱的念，嘛袂使出这个念，袂使写众生，嘛袂使出众生。意思啥物呢？空有理想，拢不进。意思讲，我今仔度众生，我度化众生，袂使无做。但是我嘛无讲，我今一定度众生有争取一个功德上转来，有度众生转来啦。如果是你来讲，我度众生度足济，我众生我度的，我是大主，我是讲师，我是啥人，这拢是我做，我度出来。难严管难管，那么众生上。所以，伫空有的物件这个念当中，咱袂使写这个念，咱嘛袂使写出这个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念头当下就是出现，念头当下，念头当下，
念头当下。句话有问题无？念头当下是不是？因为念头当下是看你的觉性是啥物？哎，讲我们念头当下是不是觉性、觉性？咱再来讲复现。那么你念头当下如果是啥，你来复现？你念头即摆是汤还是复现？念头当下是伫个觉性的底下边下，咱才会使讲是复现。啊，所以讲，今仔日咱的念头当下，你所出来的物件是啥物？咱再来讲这个。你的念头当下出来啥物？读头是啥物？咱唔免求，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彼法空无常。咱我们不求真，也不要断法，唔免求我求啥，我唔要写啥。我心若无处无常，我要写啥？我蛮难过的。今仔好黑，我无伫天堂，无伫地狱，我心会怎错在？我无天堂心，无地狱心，请问我的心底会怎错在？应该摆对。所以我天堂不知地狱不了，那么来我是唔自在。伊是当下这是个西方世界啦，西方唔是另外一个，我起一间厝，迄个西方，起一边叫做东方，这起一所来叫东方，唔是安尼起啦，唔是起安尼。一个名词，西方叫做无量光、无量寿、光明世界，填满的啦。万个庄严的是讲类型的世界有这物件，但是咱大家做出来、甲修出来了，这个物件咱的念头嘛是一个觉性，咱觉性是咱千百万个发现一个念头，所以咱的图画众生是有成做出来的。触摸语言，该是不停了用。咱的内心所变化拢是菩萨性，不过实在是也百体无唔对，如果你内心已经像一百体真正出来，所以咱来做属于嘛，什么概念嘛，咱提，什么概念嘛，提。我谈讲人间啊，菩萨之所以天上天啊，人间相有，毕竟讲会当伫地间，你看咱这个地中五佛，地间不空，邪不邪不，伊嘛是地间道众生，咱来记哩啊。啊，人间嘛，像即摆伊过来是菩萨嘛来啊，天上嘛有伊啊菩萨，所以比天空啊，无内底无菩萨啊，拢是遮全。所以伊甲遮物件完全你啊，咱即两项拢都无即个时，咱咧度化众生自在，心中个欢喜心够走出来。你厝诶就感觉讲袂感染着世间法，或者会法甲咱引领条，啊难要出法较紧。做到尾啊，人讲来啥？所以讲朋友伊就物件啥？讲好你好，你也袂感觉欢喜；讲你歹时，你心嘛袂感觉讲不平静。甲你赞的时，你也袂感觉；甲你批评的时，你也袂感觉喏。好的时阵得啊，你失啊，一切因缘自在能力。时阵若时间看会开吼，谁都无食面甲你绑啊，你都无食面甲你绑，你要起袂拢错开。唔多是真啊！那翁仔某要出来时阵，翁出来某甜，某出来翁甜。囝出来是乱动，是人出来囝妹，这拢是一般的问题啊，拢是家己心境上、家己念头上看袂清楚啦。所以伫咧念头上咱看袂清，念头对挂来挂去，念头对讲讲对，你哪说会出来？每一工做面的时候，也遥望非常，那是觉性不错，啊，那时间吼，袂怎样，我变吼，啊，听到就好啦，啊，听讲就好啦吼。咱来观理自用，咱理为所谓自用念啊。我在家是要他有，他要他离开啊。在家能修，但阮唔有觉性；在流时不能修，但阮有作业。咁啊，贪甜不断啊。但是修行人的心，但是真正是有要修入去来，要甲觉性去行入去哦，如打茶。咱的心是打茶，修行人的心是打茶，当撇一切火，来撇火啊！啥物叫做火？啥叫做火？咱的这种火若无撇，打茶伫我的人就伫起火度，用心无火大，起心动念。所以得欲得苦。消忧无私的自在，得欲
生死疲劳。所以世间的人，因为无有解脱，你成为即个困的路径，即个过程内面，咱的欲念太济，妄昧太济，所以人若不中即个三无世界，咱袂来生三无世界啦。欲若不中，爱若不中，咱袂来三无世界投胎啦。就是咱因为一念不正，一个念头完全看袂开，即个欲，甲咱牵着。所以做伫42种经内底，跟咱们第24种内底，咱才甲变成来吼，有够趣味。伊讲这人啊吼，讲人，这42种经啊，42章经，人先。这里车主下配下车来啊！是你落啊！落啊呢，有善识之意。车主呢，有远离之业，前来利欲起淡薄离啊。个人在，当然这是伊咧讲出个重点啦，咱这是在家种啦。但是呢，是有车主上了远离啦，不着放贷啦，这等下我甲继续讲讲多一点慢慢。伊讲人适宜车主下体是落到有善识之意，车主无远离之念啊，真爱意欲起淡薄，简单就理解嘛。咱人拢是少北京。是讲无母仔囝、爸仔囝、阿仔囝，车主恩爱过头。我咧甲你讲，大家是毋是阿妈拜拜哈？无这毋是这意思讲，意思讲，咱诶大家拢是互咱诶凡间诶即个情欲、下体、所以土体啦、贪钱啦、财产啦，爸仔囝、母仔囝、啥物囝，这真爱牵挂太深诶，这真重啊，难挂下，难出来啦。所以你内底修的时阵，就搁顾念好时段安怎，囡仔安怎，爸母安怎，所以你要行，总歹行啦。你会感觉讲，我都某人一丛年啊，我都行袂出。啊，都某人我这田地厝地而且我都放袂落。所以人适宜，你有这适宜，我是北条咧，北条车主下体，比落角较忝，关落角忝。这种关落角呢，这是有用落角啊，讲有一个加锁啦，加锁啦。但是落角呢有善识之意，落角来看10年、20年出来无代志呢，咱会有开的时阵啊，有放出来的时阵啊。毋过呢，咱的车主无远离之念，真来叫咱讲某人，你即摆会当去开荒报道啦，会使处理啊，咱敢要处理？人我几不够啦，我惊足油咧，啊，即要做通袂，我多咧，大家都挂念，包括我都挂念啦。啊，经济困难的，啊，着伊厝的大细间的问题一个，啊，着啥个一个，安尼呢，到尾拢无的。所以车主无远离，就是咱无能甲遐物件完全看较重。咱伊看愈重愈深，人的心欲愈重。所以讲，这真爱意欲起淡薄，简单就来离开吗？无让它拍开吗？哦，时常修炼吼。是讲阿公来念条条，是念字啊。就像大家当做是朋友啦，当做是道亲阿公互相看待啦。
随处居家啊，不着伤害啦。是有车主相落管理啦，是有上一啊，依法规律啊，是有保持以上好宗严。会使讲处处在其实拢是咱咧法律上面所用的。不过是讲，因为啥物物件当，互你较深。所以咱若讲伫即个当中，要真正要管理即个作用，得当出现负到负中，如牛负重，就是牛排重安尼啦。啊，排重过了，轻入即个污泥，轻入泥中啦，如牛负重啦，什么人吼？遐像如牛啦，负重啦。用轻中、轻泥、皮筋、不敢做因过失。春风可所食，三东关的恋爱，是你物理。哦，伊讲如咱像人啊，像如牛咧排重咧行啦，啊像人真正是个囝仔老重咧，排啥了？排着咱个祖先咧，过去种经验咧，大人嘛是排过往地方咧，佮排咱个经验咧。你有感觉讲阮人食老拢行愈安久无？当然是医疗的问题啦。有感觉经较老愈来愈重无？袂轻松无？敢压力愈大无？功力愈够？业要甲紧，咱无能行啊。你感觉讲你心情愈来愈杂愈压，愈感觉讲愈袂自在，这种对人来啊。春如牛负担，行深泥足，落伫咧路板内底，迄狗仔牛啊，车狗拢蛇狗，啊拖来活拢条条的。要安怎皮筋拼死命咧拖，就是足疲劳，皮力足硬劲咧做啦。伊唔敢咧左右过时，无心通讲我拖袂起来，我草红色无，硬是在那拖，叫草红色无硬在拖，都无安尼。真硬咧拼，就是讲皮筋硬咧做，硬咧拼，硬咧拖，唔敢左右咧过时，乌白啦，心肝拍来拍去，唔敢过时啦，唔敢过来拖。小人啊，安尼看就成功啦。出泥中风可所食，哦，出污泥啦，风可所食啦，出泥中也可以，出污泥风可所食，风可所食啦。比如等到你有法度把这物件完全脱离时阵出来时，你当休困，也无一口气当中拢无互你所食的时间，所以拢要休困啊。所以我讲三问，讲这修清净的人，要修清净的人啊，东关经育。物理，啊，东关经育比咧看咧伫咧物理内中更较重。我时间的关系咧，咱莫讲个，而家叫结论一下，伊要讲的吼，好的时间会甲看着，啊，要讲的道理是讲，讲不尽说完啊，不过是互我们。看什么成绩啦，讲看评选也好啦吼，还是感觉讲咱着对个人咱所领悟的啦，什么成绩个个谈不上讲道理，不过是互我一个有见有形，啊，我直接来做一个报告，互咱大家才无三个当了解，啊，大家互相体会。如果这内内容啦，不一个所在讲了毋对，还是感觉讲咱有甲你讲了较超过，甲咱意识到，嘛是爱甲我纠正一下，因为毕竟我有心的啦。道理上咧讲，就是讲占理无对人啊。我所谓因咱在座厝边，大家拢结果梦中，结果啦，足重啦，足悬啦，
所以讲呢，会当讲大陆真有特色，修行啊，真正都非常成功，啊，大家都对着我做认真做拍片，特色嘛真悬。哦，啊，这是无我讲啊，遮咧官方头前大大都话这是道理啦，因为毕竟听这啦，啊，不过是做的几个人啦吼，都尽量啦。啊，这个结论呢，我唔念的，就我因为我今日来食吼。啊，这结论呢是，若要解释啊，差不多120分啦。啊，不过真好啦。哦，啊，当然即款伫在家方面吼，会当作为一个标杆，咱介绍一个经验，叫做规模经菩萨。哦，规模经意思。这部经后面吼，咱其实讲讲伊迄在家菩萨，在家修行菩萨的，大多数唔敢去请其他方面，去问即边啊，文殊菩萨、心菩萨、心菩萨，拢听干，人家对答，拢爱个回捧。会来每是安尼，他会去修法的修大修安尼，都唔该去见伊。伫方丈室内底，我就讲呢，书面同戒指、戒指做书面，一个纸内底咱做书面使遮尔多，一个方丈室一张尔会当千几百万的，这个天上菩萨伫内底，几座里底，你看伊讲了偌大，都是拢伫。咱伊在家修，伊讲书话，我虽为北在家的医师啦。毋过呢，我奉持三门的清净环境啊，清净就听得到啦，意思。所以清净就讲伊勤修、勤摄贪嗔痴，哦，摄念贪嗔痴，勤行戒定慧。因为要修行戒人，一定爱把贪嗔痴戒掉，啊戒这个戒定慧一定爱显露出来。所以伊勤修这方面，会当达到这个啦。啊，虽讲我虽有观想，我虽然有结婚生囝，但是呢，我袂做三界。所以中三界我袂用的说三界概念啦。我虽有妻子呢，但我相乐欢喜啦。哦，我很有观想啦，我很有观想，但我相乐欢喜。我袂感觉讲，无我的观想会所加权，你是人家搞边条所我毋知影，会去处理。咱就做处理先无。如果我是很有观想，但相乐欢喜。虽然讲衫毋是穿足好，我虽保持讲啊，咧穿啥物服装啊，穿啥物啊，伊甲平常人共款，但是伊用的上好庄严的是家己，用的庄严较收嘿，这衫啊，这衫会破，咱这理解啦，就袂老安尼啦。伊要用迄上好庄严家己内心的世界庄严的美啊，保持个衫去较。啊，虽然讲我有饮食，有咧食饭，有咧啉茶咧创啥，但是袂甲遐物件执着讲伊一定用遐个味，伊啥甲这。上咧上的味，参与啦，上回移动这是因是对我的味，叫做就来讲丢得不留名啊，袂丢遐个。迄是到遮到呢，咱真我种无钱的我倒来没办法啦吼。而且呢，伊个大如果来行到个如玉字福家喜事，行到外交所在啦，优越所在啦，咱所在呢，则以度人，伊就去度啦。伊家咱所在拢会当入去啊，拢会当去度人好啊。但是呢，受诸异道诽谤，无共当道的，讲啊，就你管道的，啊，你别教的，啊，就说你管道安怎，你宗教不教安怎，啊，你安怎，你这信咧安怎的安尼？受诸异道，不非正信，不非正信啊！这个要写得。不管伊安怎造成安怎环境安怎活，伊就是袂甲伊所正信的这念头完全对了。所以咱人若要正信就迷信啦。但是虽然讲学堂是叫做迷信，咱迷而不信，但是袂使迷而不信。咱袂使迷而不信，袂使讲迷拢无信的，袂使讲啊个迷信，啊说迷而不信啊，袂使。所以咱爱甲这正信的念头完全发出来。所以伊受诸异道，安怎讲？伫管到的当下，咱目前咧修在家呢，大家拢方便拢知啦，而咱政府嘛知，社会嘛知影，对咱大家做肯定的啦。但是呢，要更较好，也是要伫内心的世界完全的修出来，甲方向无出去，做好有够。那感觉讲，你管到是，你有管到好诶，那你了不起，你管到。